你有冇試過明明花咗成個禮拜通宵溫書或者狂煲一份報告，但去到考試或者開會嘅時候，腦入面竟然一片空白，好似完全冇讀過一樣。相反，你身邊總會有一兩個人，平時見佢哋成日去玩，準時收工，好似完全唔使點用力，但每一次考試或者做嘢出嚟，個成果都勁到離譜。我哋平時好容易會將呢種差距歸咎喺天生智商高或者所謂嘅基因好，心諗人哋一出世就係天才，我哋呢啲普通人就算點樣死記硬背都追唔上。但其實呢種諗法真係呃咗我哋好多年。喺2018年，日本有位專門研究認知科學同學習效率嘅專家出版咗一本叫做《成為頭腦好的人的高效學習法》嘅著作。呢本書一出嚟就引起好大回響，因為作者直接拆穿咗一個好殘酷嘅事實：呢個世界根本冇咁多天生嘅愛因斯坦，絕大部分你以為好醒嘅學霸，佢哋由10幾20歲開始，根本就唔係靠天賦，而係用緊一套完全違反普通人直覺嘅大腦運作系統。普通人喺度死命將啲資料塞入個腦度，而真正頭腦好嘅人，由頭到尾都只係專注做好3件事。只要你搞清楚呢3個底層邏輯，就算你而家已經30、40歲，你個大腦都可以好似升級換咗塊晶片咁，學習效率翻倍。首先我哋要徹底打碎一個傳統觀念，就係努力同吸收能力成正比呢個錯覺。好多人一講到學習，第一件事就係去買幾本好厚嘅筆記簿，用幾種唔同顏色嘅熒光筆畫到成頁紙密密麻麻，甚至將本書由頭抄到尾。又或者坐喺書台前面連續睇5、6個鐘頭書，睇完之後覺得自己好充實，好有成就感。但神經科學話俾我哋知，呢種做法只係一種大腦嘅自我感動。大腦喺被動接收資訊嘅時候，神經元之間嘅突觸根本就冇產生深度連結。你睇落好專心，其實大腦只係處於一種低耗能嘅待機狀態。你畫熒光筆嗰下，只係話俾自己聽，我見到呢行字，但資訊根本冇真正寫入你嘅長期記憶區入面。咁到底學霸做嘅第一件事係乜嘢？答案就係極端嘅輸出導向，亦即係認知心理學入面成日講嘅主動檢索。普通人學習80%時間用喺輸入，20%時間用喺輸出，但真正高效嘅學習者個比例係掉反轉，20%時間快速睇過輸入，80%時間喺度瘋狂輸出。咩叫輸出？唔係叫你抄書，而係喺你睇完一頁書、睇完一段影片之後，即刻合埋本書，強制自己用自己嘅說話講一次出嚟。呢個動作喺神經生物學上叫做提取練習。當你嘗試喺一片空白嘅大腦入面左取頭先睇過嘅概念嗰陣，你個大腦會覺得非常吃力，甚至會覺得有啲痛苦同卡住。但正正就係呢種卡住嘅感覺，先會刺激大腦嘅海馬體釋放信號，話俾大腦知呢批資訊非常重要，必須盡快由短期記憶轉移去大腦皮層嘅長期記憶入面。成為頭腦好的人的高效學習法入面，特別提到一個好好用嘅輸出方法，叫做費曼技巧嘅極致實踐。當你學到任何新知識，無論係好深奧嘅金融理論、電腦編程，定係職場上嘅溝通技巧，你試下想象自己要將呢個概念解釋俾一個得8、9歲嘅小學生聽，或者解釋俾你屋企完全唔識呢行嘅阿媽聽。如果你喺解釋嘅過程入面，必須要用到好多專業名詞或者術語先講得通，咁就代表你根本未真正理解呢個概念，你只係背誦咗嗰堆詞彙。真正融會貫通嘅人，係可以將好複雜嘅概念，用日常生活嘅例子，好直白嘅比喻講得清清楚楚。當你發現自己講到某一 part 窒咗，或者講唔落去，嗰個位就係你認知上嘅盲點同漏洞。呢個時候，你再翻開本書去睇翻嗰個具體位置，呢種針對性嘅填補漏洞，效率比起你由頭到尾盲目重讀10次，高出幾十倍。除咗用說話講出嚟，第一件事入面仲包含咗自我測驗嘅習慣。好多人好怕做題目，好怕做錯嘢，一定要等自己讀到100%有把握先肯去做測試。但高效學習法話俾我哋知，最理想嘅測試時間係喺你啱啱學咗5、6成嘅時候，你一邊做一邊錯，大腦喺經歷出錯同修正嗰個瞬間，多巴胺系統會被激活，記憶痕跡會變得極度深刻。所以由今日開始，唔好再花成個下晝坐喺度發呆咁睇書，睇完一個章節，即刻拿張白紙出嚟，憑記憶畫出個心智圖，或者自問自答3個核心問題，逼自己大腦交貨。呢個就係將輸入轉化為能力嘅第一步。跟住落嚟要講嘅第二件事就係重構知識嘅網絡架構，拒絕零碎嘅知識囤積。喺而家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我哋每日打開手機，社交媒體同各大平台瘋狂推播各種10秒學會一個技巧、30秒睇完一本名著嘅碎片化內容。好多人喺手機儲存咗幾百個教學片、幾千篇文章，覺得自己收藏咗就等於學識咗，但結果係點？
你個腦裝滿咗一堆零零碎碎嘅事實，彼此之間完全冇任何關聯，好似一堆散落喺地下嘅積木。當你真正需要解決問題或者做決策嘅時候，你根本唔知點樣將佢哋組合起嚟。真正頭腦好嘅人，佢哋睇任何新事物嘅時候，第一步唔係去記細節，而係先去個整體骨架，亦即係認知模型。喺2020年左右，認知科學界有一個好出名嘅概念，叫做概念錨定。一個高手喺接觸一個全新領域嗰陣，佢會先花好短嘅時間搞清楚呢個領域嘅底層邏輯同核心骨幹有邊幾個，然後先將新吸收嘅零碎資訊好似掛飾咁一件一件掛上去呢個框架上面。如果一個新資訊冇辦法同你舊有嘅認知網絡產生連結，佢好快就會被大腦嘅修剪機制當成垃圾清理走。舉個例，如果你要學投資理財，普通人可能會今日背下咩叫市盈率，聽日又背下咩叫技術指標，背到頭都大埋。但一個懂得構建網絡嘅大腦，會先建立一個框架。投資本質上就係風險同回報嘅博弈，然後分開資產配置、現金流管理以及情緒控制三大支柱。當佢之後再睇到任何新嘅金融產品或者投資策略，佢第一時間會問自己，呢個新資訊屬於呢三大支柱入面嘅邊一忽？佢同我之前學過嘅定期存款或者指數基金有咩本質上嘅分別？當你不斷將新舊知識做比較、分類、關聯，你個大腦就會形成一個極度穩固嘅知識網絡。呢本書入面強調，要做到呢種架構化，你必須要養成一個習慣，就係問點解同埋點樣應用。每當你吸收到一個新論點，唔好單純點頭接受，而係問自己點解作者會得出呢個結論？呢個論點嘅前提條件係乜嘢？喺乜嘢情況下呢個論點會失效？如果我將呢個方法套用喺我現時嘅工作或者生活入面，我可以點樣做？當你開始咁樣思考，你個大腦就由一個被動嘅接收器變成一個主動嘅加工廠。你唔單止記住咗個知識，你仲理解咗佢背後嘅運作原理。日後就算遇到完全未見過嘅新問題，你都可以好快喺你個知識庫入面調取相關嘅底層邏輯，舉一反三，靈活變通。最後，學霸絕對唔會輕易話俾你知嘅。第三件事就係徹底利用大腦嘅生物節奏，進行間隔重複同情緒調控。好多人以為學習係純粹嘅意志力比拼，覺得自己學唔好係因為自己唔夠自律，唔夠捱得苦，所以夾硬逼自己喺攰到眼都擘唔開嘅時候繼續死頂。但人體生物學話俾我哋知，大腦係一個極度依賴生理環境同神經遞質嘅器官，單靠意志力去同學習對抗，最後只會導致大腦產生皮質醇，進入壓力同抗拒狀態，記憶效率直線跌落谷底。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喺19世紀末就提出咗好出名嘅遺忘曲線，指出人類喺接收新資訊之後嘅24小時之內，如果冇經過複習，會遺忘大約70%嘅內容。普通人對抗遺忘嘅方法係喺考試前一晚瘋狂通宵死背，呢種方法或者可以幫你勉強應付聽朝嘅考試，但考完之後2日你就會忘記到一乾二淨。而高效學習者用嘅係間隔重複法，佢哋會喺學習之後嘅第1日、第3日、第7日同埋第14日，分別只花5到10分鐘嘅極短時間去快速回顧同檢測之前學過嘅核心概念。每一次當記憶即將淡化嗰陣，去刺激佢一下，神經元之間嘅連結就會呈指數級增強，最後將短暫嘅記憶徹底固化成永久嘅直覺反應。除咗間隔時間之外，睡眠先係真正嘅大腦升級加速器。好多人為咗讀書或者做嘢犧牲睡眠，但其實喺神經科學入面，學習並唔係發生喺你清醒嗰陣，清醒只係收集素材嘅過程。真正嘅大腦神經元突觸修剪同記憶鞏固，係喺深度睡眠同快速動眼期進行。當你瞓覺嗰陣，大腦入面嘅膠質淋巴系統會啟動，好似洗街車咁，清除大腦喺一日運作入面產生嘅代謝廢物。同時，海馬體會將白天收集到嘅資訊重新播放一次，將重要嘅內容正式寫入長期大腦皮層。如果你長期唔夠瞓，你白天吸收再多嘅嘢，大腦都冇時間幫你整理存檔，最後全部變成白費心機。與此同時，情緒同好奇心亦都係驅動大腦高效運作嘅核心關鍵。當你對一件事覺得好無聊、好抗拒嗰陣，大腦嘅前額葉皮層活動會受阻。相反，如果你能夠喺學習入面到哪怕一丁點嘅趣味性，或者俾自己設立一個好細但好清晰嘅即時回饋目標，大腦就會分泌多巴胺。多巴胺唔單止令人覺得興奮，佢喺神經生理學上仲係加強神經突觸可塑性嘅催化劑，令你學嘢嘅速度快幾倍。
總結嚟講，呢個世界上根本冇所謂高不可攀嘅天才大腦，你同嗰班學霸之間嘅距離，從來唔係智商上面嘅差異，而係你哋用緊兩套完全唔同嘅大腦使用手冊。普通人習慣咗被動輸入、死記硬背、單打獨鬥同埋用意志力死頂，而真正聰明嘅人永遠堅持輸出導向嘅提取練習，建立清晰穩固嘅知識網絡架構，並且順應大腦嘅生物節奏，做好間隔重複同充足睡眠。由今日開始，唔好再盲目咁抄筆記或者死啃書本，試下合埋眼講一次俾自己聽，將零碎嘅資訊掛上你嘅認知骨架，俾你個大腦喺合理嘅節奏下運作。你會發現，你原本以為好難學得識嘅嘢，其實輕輕鬆鬆就可以徹底掌握。